东部有一间国中带学生去垦丁毕业旅行，今仔透早所有6个学生雄雄开始吐，人分去送病院。病院讲毋是食物中毒，经过治疗，学生是拢已经出院啊。那详细原因要搁爱调查。目前这毕业旅行行程由原照行。 男同学倒伫涂骹意识无清醒，除了伊之外，还有共校另外5名女同学嘛陆续出现着吐，还有头晕的状况。现场有什么病史、癫痫还是什么？都没有，完全没有。 老师赶紧通报警方消防局，根据了解，送医学生拢读华联某一个国中，因为学校毕业旅行到垦丁来佚佗，住垦丁大街的旅馆。24号暗时出外了后，回来旅馆，就陆续有人出现着吐，还有昏迷的状况。抵达现场之后啊，那现场一名男同学啊，直接倒卧在地上哦。那旁边的同学有说有呕吐的状况。 那现场男同学就是表情痛苦，他目前据医师表示啊，那现场没有食物中毒以及酒精的反应这样。院方已排除食物中毒，目前6位同学经急诊医师诊治后皆已离院。 6名学生拢无酒精的反应，管护表示病院已经排除掉食物中毒的现象，详细原因搁来调查。一开始来住的时候都很好嘛，然后他们去逛大街，陆续可能是。 惊慌也会传染嘛，然后就开始陆续就有别的学生也发生状况。学校师生对这个代志拢无爱回应，校队的导游只是讲学生回来了后状况正常，会继续因后壁的行程。记者王柳婷、陈显坤屏东报道。